你有冇發現，無論邊間大型超市，入面永遠都係冇窗、冇時鐘？唔好以為係為咗慳位，其實呢個係一個令你大腦斷片嘅心理操縱，學名叫格倫效應。超市刻意封鎖陽光，係為咗模糊你對時間嘅概念，入面永遠保持恆定嘅燈光同音樂，營造一個永恆嘅下午。你以為入去只係買支奶，結果因為大腦失去時間坐標，行下行下就過咗1個鐘。最隱蔽嘅設計係地板。喺高利潤嘅貴貨區，超市通常會換地板材質，例如鋪地毯或者防滑膠。材質切換產生嘅阻力同腳感變化，會令你下意識放慢腳步。你以為自己喺度精挑細選，其實你係被地板吸住咗。想保住個荷包，呢3招一定要袋住。第一，寫好清單，買完即走。第二，入超市前食飽飯，減少衝動消費。第三，帶上手錶，隨時搶返時間主動權。記住，帶清單、食飽飯、帶手錶、關注我，智商稅秒變財富。